Manaska，Manaska，Manas，今天是代账节第三主日，第三主日代表的是喜乐。Manaska 就是喜乐的布农族语，所以说我们再念一次 Manaska，Manaska。好，下一页，谢谢。台湾电影的金马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关注？今年在疫情的严峻之下，台湾的国片大放异彩，金马奖众多的本土电影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而金马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奖项的颁奖人都会由上届的得主及资深的影人担任颁奖的嘉宾。所以在上台，在做颁奖的时，在台上做颁奖的时候，他会引言说明这项奖项的特色。接下来，他拆开了信封，念出得奖者的名字，把手中的奖项颁发给今年的得奖人。上面的这张照片就是前阵子2020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颁奖的实况。左边是今年的颁奖人杨艳艳，她是去年的影后。那右边这位就是今年的最佳女主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演孤味的陈淑芳？那每次金马奖在公布入围开始之前就是影评及影评人呢就会非常的期待，到底今年是哪一位演员及哪一部电影获得了金马的电影殊荣？那我们请下一张。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世纪犹太人，其实他们也充满了那种很澎湃的期待，那种狂热喧嚣的期待。从大街小巷到旷野，不单是因为自己的族群，他渴望不再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们想要建立、要恢复自己的国族，有如大卫王朝时代的辉煌。也是因为受到当时犹太宗教阶级的腐败。当时圣殿祭司他已经不再遵守家族职位的传承的这个传统，他们既富裕又腐败、贪婪、暴力，所以人们他们渴望改变，他们想象要有一个军事型的领导人，然后来改变他们一切。所以在2000年的约旦河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事的活动，获得犹太人他们众多的喜爱跟关注。甚至引起了剧烈的争议。这消息震撼到群众，他们都从耶路撒冷前来，要来聆听并接受洗礼，来这个地方来认罪悔改。而站在这个舞台上的人呢，他就是施洗约翰。最基本获得大家很大的一个注目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身世家庭的背景他生长在犹太的传统的家庭，他拥有祭司的血统，亚伦的后裔，而他的父亲加撒利亚就是一名祭司，他的家庭就是要按照利未记的规矩，要过一个严谨的离俗的生活。二来，他在旷野的传道的工作，有着昆兰艾瑟尼派的一个形象，非常的严格遵守律法。秉行公义，让更多的人对他的身份充满了好奇，更是对他所讲的话充满了这个说服力。所以当群众越来越多人要等着呢，要接受他的洗礼呢，包括呢那些群众也是自认为自己已经是洁净的犹太民族，还要过来洗礼，甚至有法利赛人、祭司的群众、撒都该人，从耶路撒冷过来的这些宗教领袖们。都感觉到一种看到这样的景象，而在耶路撒冷领袖就感到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派人来到这个地方，来问问这个施洗约翰，他到底是谁呀？你怎么这么红啊？你是不是老百姓传闻已久的弥赛亚呢？但施洗约翰他很坦诚的跟这些来自耶路撒冷这些宗教领袖说，我并不是基督，我也不是你们期待已久的先知以利亚，更不是那带来拯救力量的先知摩西。
我想这些老远跑来出差的这些宗教领袖，来这边已经问了3次都还问不到答案，我想他们可能都傻眼了。所以宗教领袖们就直接问约翰：你到底是谁？你叫我们好回复那些猜我们的人吧。你自己说你是谁？而且为什么你要给人家施洗呢？在一个社会局势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之中人民经历了这种黑暗、这种艰困的这个环境，施洗约翰他接受上主的呼召，要做一个旷野的先知，要号召人民去听他的教导，且要到约旦河受他的洗，宣告上帝国的来临。人们都觉得，哇，你已经快要站在这个舞台的正中央了，你已经就是要成为一个聚光灯的角色了。但施洗约翰告诉大家说，他不是基督，他不是弥赛亚，他不是那位大家等待的那一位。那他到底做了这一切，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谁？那一个人又是谁呢？下一张，上面的图片我们看到那是布农族，旁边那是布农族，是我的山上。那我们来聊聊一下我的族群，南投的布农族我们来聊聊这个族群的状况我的祖先呢，他们分布5大社群，散布在南投中央山脉的高山上。那是一个没有明显路径到达的地方，只有祖先们那些猎人们对山林的熟悉跟了解，所以各自的家族氏族都来守护他们各自的领域，来形成社群的这个聚落。这个是在日治时代之前，我们在山上互相的状况。那在日治时代的时候呢，原住民呢经历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族群迁徙。日治时代的总督府呢，为了要方便做这个人群的这个统治跟这个管理一方面也是想说，哇，这个是玉山山脉这个高山有了很多的这个樟脑跟山林的这个资源开发，所以他们要把土地给收回来。所以在1931年的时候呢，新里番政策的大纲里面就做一个实施，所以大量的军队进入了山中，拆散了各大家族，再把他们重整，再把他们合并，将原始的部落集体迁移到总督府规划的一个新空间。所以目前布农族在行政规划底下呢，居住在南投信义乡。我们这边长老应该知道的有昨天才去过的罗纳，我的故乡丰丘，在淡水长老教会的姐妹教会信义教会的明德村，甚至他们散落到高雄、花莲、台东，这些都是从日治时代迁移下来安置让族人居住的地方。过去在我们传统的那个传统领域的这个住家的这个家屋里面这个家是代表这个家庭的延续跟家庭的灵魂过世的亲人呢，都会埋在自己的家底下，要来保护自己的亲人。当我的祖先们他们被迫要离开他们熟悉的这个原始的家园，那是原住民惨烈的伤痛。我曾祖父阿祖那时代那年代的人还有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迁移了，他们还把他们祖先的尸骨挖出来哭着要抱下山。所以当时原住民的处境呢，像极了这个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呢遭受这个国家的灭亡。他们原本存有的这个世界观念、圣殿、国家、民族这些宗教祭祀，还有他们对神的这个观念，完全都崩解了。他们传统的习惯跟教义，跟在新的生活地方彼此互相冲突。而我们布农族从山上原本的祖居地迁下来之后，我们的宗教信仰也完全真空了好几年。那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我会站在这边好了，它是有背景的。布农族信仰的起始点是由
一位汉人牧师胡恩池所开始的。胡恩池原本他是新庄人哦，那他的父亲叫做胡清溪，这个胡清溪他曾经在牛津堂淡水这边，他是我们马街牧师的学生。婚后呢，他就卖药拔牙为生哦。所以说，胡文池牧师他随着家庭信仰的启蒙哦，他之后进到了台北神学校，就是如今的台湾神学院，培育成为一个传道人。1947年呢，他原本从台中的大甲的长老教会牧会，他接受了孙雅各牧师的差派，就到了台东关山为布农族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图片上方那个就是胡文池牧师了。胡文池牧师呢，他对布农族人传福音呢的事工呢，他帮助了非常多的人哦。但他在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全然非常的顺遂哦。在台东那边，有一个信徒的家中哦，因为胡文池在那边宣教，建立了教会。那边有一个信徒，包括长老，他的家中有一天呢，被一个当时的那个汉人的警察放置了子弹跟手榴弹。所以你知道，在那段时间哦，在国民政府那段时间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可怕，你可能会被判为这个叛乱分子哦，可能会入狱。那还好在这件事情在孙雅各牧师的协调之下平安的落幕哦。那而胡文池牧师他也培养了一些布农族的宣教士，一些我的前辈的牧者啊，到南投传福音。南投人的信仰呢，他们在经历这些真空过后，他们也是经历在一些挣扎，跟经历了一些摸索。老人家看到他们原本家里有放这个祖先牌哦，因为就是福音传进来了，说要撤掉，因为老人家很坚信说这个祖先牌会照顾我们身体。所以那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布农宣教士说要把这个祖先牌撤掉，老人家就说你撤掉了，你隔天就马上生病。结果呢，隔天没有生病，老人家就说哇，怎么这么神奇？为什么牧师来说撤掉就没有生病？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牧师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那对我们的布农族的社群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我们来看看，我们回到第1世纪的状况哦。起初讲到第1世纪，他们社会人民他弥漫了一个末世的观念哦，他们对宗教领袖啊非常的不满，每个地方犹太地方的派系都要出来改变问题，每个领袖他都自称我是弥赛亚，可是最后他们都遭受到罗马政府的肃清跟追杀。但是，可是，在施洗约翰的身上哦，却带着一种不同的做法跟方法。他表明他自己并不是这个上帝国的主角。他说：“我就是在那旷野，有人喊声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而且这个人他就生活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但你们却不认识他啊。”所以施洗约翰表明了他自己是一位使者，在为这个君王、这位神圣者梳理、预备一条道路，甚至他还用当时奴仆工作的习惯说：“我要帮他脱鞋子。”哇，都还觉得很不配的。那他又解释说：“所以我洗礼的工作其实是表明着上主即将要来，人人当洁净自己，要悔改，罪得赦免，心怀公义，预备拯救。”施洗约翰他清楚的知道，他的地位是次要的，他不是首要的，他只不过是修直道路、宣扬上帝的国。他是施洗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预备那位神圣者的来临。这位神圣者是谁呢？我们看到图片，那就是隔天前来见施洗约翰的耶稣。施洗约翰就证明，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圣灵所膏抹的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而这位神的儿子，就是如今我们待降节期所期盼的耶稣。
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的作者，这位所爱的这位使徒，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从1章6到8节所说的，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就是那个光。约翰福音的作者想要唤起犹太人的信仰传统，把这个光的源头拉到犹太他们的创生，他们创造故事的起头。上主用话语来创造的世界，他起初的道到现今引起了回响，如今道成了肉身，他居住在我们中间。而上主他就是光，起初创造的光明，他区分了黑暗。而在旧约，在诗篇当中的智慧书，光表明了永生、智慧跟法则。耶稣基督就是这道光，是世界的光，成为了肉身，在我们中间照亮了世间的黑暗。他说，跟从他的人绝对不会在黑暗当中行走。上主透过施洗约翰的见证，收直上主前面的路，好让上主的荣耀被彰显。大家可以看到生命之光，就是耶稣基督那满有丰富的生命。它连接了文化历史传统，代表上主是新秩序的创造，也是个人灵性的重生，让人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光明之子，也是现实社会的改造跟更新，让犹太社会从律法的时代走向了上帝国恩典的时代。我们看下一章。胡恩池牧师他为上主做见证，我们的部落迎接了新生命。胡恩池他千里迢迢的那时候到台东，70几年前到台东花莲乡下山间的原住民部落传福音。你知道那时候他怎么说吗？他那时候说台东花莲是世界的地级。你知道那时候去台东花莲，他们可能需要花1天的时间，要搭船才能过去，所以他们觉得那是世界的地级。因为他看到了上主的创造，所以他用上主的创造，这位创造的上主来让原住民认识这位神是谁。布农族学的第一首圣诗就是真主上帝造天地。这首诗歌是在我们的第5首。他是胡恩池牧师那时候请族人翻译，所以说用族语来唱。它大概的内容就是说，全能真主造天地，光暗分开随其意，日月轮转无乱行，星辰环绕显主荣。那是我们布农族第一个学的圣诗，而且用布农语唱的那时候胡恩池牧师非常贴心。胡恩池牧师来到原住民的部落，发现族人生活那时候不需要手表时钟，大家都是用大自然的时钟，就是太阳来当生活的准则。所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时间是永恒的。大家依照大自然太阳、月亮来定出工作的计划。日间有鸟鸣歌唱，夜间有虫类旋律大合唱，加上有溪水的伴奏，非常心旷神怡。他们歌唱有和谐的和音，唱出玉山高山沉重庄严的感受。所以他把福音传进来了。你知道我们布农族怎么称呼我们的上帝吗？在传统的信仰，我们称呼这位天神叫做迪哈宁，我们的父亲叫做达玛。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个基督福音，我们要称呼这位父上帝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称呼他达玛迪哈宁。胡恩池牧师他介绍了创造万物的上主给了布农族，也见证了这位神圣者的创造，让布农族在原本已经真空的宗教信仰中，重新认识了这位恩典的真神。如今现在8、9成的布农族人都是基督徒，8、9成，这也不是布农族而已，几乎原住民的8、9成都是基督徒，而且长老教会是大宗。但是胡恩池牧师他没有自视甚高，在他最后的这个传记里，他说
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不擅长交际，所以或许他在母胎类里面，上帝已经选召他成为一个山地文字的工作者。他取名为文池，文池就是文字的文，池边的池。他就是用他生命池内的这些水来灌溉渴慕灵性的这些山地的原住民。我们看到另外一边是原住民部落过圣诞节的景象。那现在是圣诞代葬节嘛，那南投布农族人呢，其实呢早就在几个月之前已经开始筹备了，而且圣诞节是布农族人当中非常重要的节庆节日，大家都一定要回来。南投布农族还蛮特别的哦，他们过年你不一定要回家，过年你就是可能就跟大家一样，可能会出去玩或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圣诞节就一定要回家，为什么会那么的重要呢？一方面，在这个文化的氛围里面，我们布农它文化的一个传统的有一个祭典叫做婴儿祭。婴儿祭就是要欢庆你家族的新生的到来，要欢庆并祝福他长大成人。然后长者呢会帮小孩子在这个期间呢会买新的衣服，然后来到教会。所以布农族人呢用圣诞节来传承了这样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所以圣诞节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而是部落家庭的事，来共同来欢庆。家家都点灯照亮整个部落。圣诞节那天的清晨是平安夜，全村的人都要拿着火把绕行部落，要照亮了部落，宣告新生命的到来。带着那传统神话信仰的精神，主耶稣就降在我们的部落中间，是我们族人的孩子，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布农族要为他做见证。我们看最后一章，犹太信仰的历史舞台，仿佛施洗约翰就像很像颁奖典礼的颁奖者他拆开了信封，公布了得奖者，耶稣就是这位得奖者。耶稣他站在台上，得到了应有的光荣跟焦点。施洗约翰这位被神所差派的人，虽然传的是上帝国的福音，但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自己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他不是要成为这个聚光灯下的人，而是要迎接那位神圣者的来临。弟兄姐妹们，我们成了基督徒，来到了教会，做了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看见了生命的亮光。那我们有没有为基督耶稣做见证？尤其在这个圣诞节期，这个新生命即将居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新生命的意义对你而言又是什么？有没有见证出我们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所说的，要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使生命成为他的国度，充满了公义、平安跟喜乐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感谢你赏赐你孩子的生命与亮光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因为信仰而得到满足的喜乐。也愿我们乐意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做见证，以你基督的生命来居我们心中的首位。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